嗱，定期存款咧，對於呢個資產累積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定期存款咧就係將你一筆特定嘅金額嘅錢就放入去銀行啦。咁亦都要同意喺一個固定嘅期間裏面咧，例如3個月、6個月或者12個月就唔攞翻呢一筆錢出嚟。咁銀行就會俾翻一定嘅利息你，就作為呢個回報嘅。而呢個利息嘅利率呢，其實就係固定咗，即係話當你做呢個定期嘅時候，你係已經知道會攞到幾多利息㗎啦，你自己係可以計到嘅。通常呢一個利率呢，亦都係會比起做呢個活期存款係高嘅。定期存款其實就係一種非常之穩陣嘅理財方式。尤其咧，對於嗰啲希望攞到被動收入嘅打工仔嚟講咧，絕對係比起投資股票呢啲風險較高嘅方案咧，係更加容易攞到一啲嘅回報嘅。同埋做定期存款係非常之簡單易處理嘅，唔需要你有任何嘅專業知識啊，或者係需要你花好多大量嘅時間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。你只係需要揀一間你認為可靠嘅金融機構，咁就將啲錢存入去做定期存款就可以㗎啦。除咗第一次去銀行開戶需要預備個人文件之外，之後其實你已經係可以透過網上銀行或者手機理財嘅應用程式呢，就去做呢個定期嘅，即係可以隨時隨地就用部手機去 renew 你嗰個定期，係非常之輕鬆方便嘅。另外呢，最緊要係逼到你儲錢，一舉幾得嘅。做定期存款其實就係其中一種幫你做到錢滾錢嘅工具嚟嘅，因為佢係可以呢就做到呢個複息效應。假設你存入咗1萬蚊去做12個月嘅定期，年利率呢就係3厘啦。咁1年之後你就可以得到300蚊嘅利息回報。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再將利息300蚊連埋原本嘅本金1萬蚊，再存入翻去銀行做過另一個定期存款。假設年利率不變嘅話呢，而你本金係大咗啊嘛，咁所以結果呢就可以增加到嚟緊嗰次定期存款嘅利息收入。而你期間其實係並冇投放更多嘅資金落去嘅，只係用緊銀行俾你嘅錢再去滾大佢嘅啫。咁呢個複息嘅效應對你嘅儲蓄翻倍嘅目標，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。